先不要走到這麼近。如果我露出斑點滿身，可馬上轉身。早這樣降生，如基因可以分解再進行。重組我，什麼都不要緊，假使你興奮。情人如若很好奇，要有被我嚇怕的準備，試問誰可潔白無味？如何承受這好奇？答案大概似剃刀鋒利，但你知一個人誰沒有隱秘？幾雙手幾雙腿方會令你喜歡我，順利無阻。